用的应该是绿茶，对，绿茶冰敷的效果应该较歹一点。哦，这个球右边方向的飞球出去喽！朱玉贤在6局上半验出局之后，瞄准林清投出的这个球，大棒一扫，扫成了右外野方向的阳春炮。个人纪念球季的全垒打，再加一支第3轰。这个球是完全掌握到了。也像是今天前面哦，包括张志豪、周玉琪那样子的感觉啦。我们这个挥起的仰角很漂亮。